佮来看宜兰县的五吉乡有一个农民哦，伊逐工拢会驶车送回到内湖的台北花市，也毋过伊最近收到2张伫雪山崩坑，时速无到70公里，驶了上过万的红单。也毋过这个农民是讲哦，已经接近出口，伊是为着安全才减速，伊是真不好。驶入去雪山崩坑内底，时速爱比70公里较悬才袂受罚。依然有一个回农，逐工爱驶车经过雪山崩坑到台北花市，最近连续接到2张伫雪山崩坑内底规速罚单，爱6000块，啊毋过伊不好被罚。雪山隧道里面全部没有最低速度的提示，只有最高速提示而已。伊这期被罚地点多要出警报洞口上悬速限是为90公里降到80公里，放慢车速是有安全，而且警报入口的所在上低速限70公里的标志放伫被车弯，互人真歹注意到崩坑内底也无相关提醒标志，互人袂记崩坑内底上低速限的存在，希望公部门应改善。出现9站嘛，应该是60左右吧。迄位人拢唔敢驶紧啊！大部分人拢就是崩坑内底上低速限是60公里，而且无看过内底有上低速限70公里的提醒标志。另外，隧道内也会针对慢速车，并以广播及路侧可变标示提醒驾驶提高车速。本大队呼吁驾驶人行驶雪山隧道时，在保持安全距离范围内，尽量提高车速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度雪山崩坑龟速车有举发161件，警方表示，交通主管机关拢有伫路边设提醒标志，崩坑内底也公布提醒提悬车速，呼吁都爱注意进入崩坑内底，爱尽量提悬车速，才袂受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